好啦，嗱，去到麥基洗德嘅問題啦，咁呢度亦都係景點嚟噶啦吓。第7章第1節，呢個麥基洗德就係撒冷王，又係至高神嘅祭司，本是長遠做祭司嘅。嗱，咁原來咧麥基洗德係神的祭司，咁點解喺亞倫系統之外又有一個祭司嘅咧？咁所以咧，作者睇到就要為麥基洗德係祭司呢一個崇高嘅身份咧，係解話啦。好啦，麥基洗德呢個名字咧，同埋佢嘅地位咧，係咁樣解法。佢話佢係撒冷王，即係古代嘅由耶路撒冷啦，Jerusalem。咁呢個撒冷 Shalom 平安嘅意思啦。又係至高神嘅祭司，呢個至高神除咗耶和華之外，就冇其他叫做至高神噶啦。咁本是長遠為祭司嘅，即係話咧，佢唔使冇更改嘅，即係佢係長遠為祭司，佢一直一生一世永遠都係祭司，話一個咁樣嘅特別嘅人。咁佢當亞伯拉罕殺敗咗諸王回來嘅時候咧，就迎接佢，給佢祝福。呢個記錄咧就喺創世記嘅。如果你唔熟悉就要睇一睇啦。創世記第14章17節，創世記14章17節，亞伯蘭殺敗基大老馬同埋佢嘅同盟嘅王。翻嚟嘅時候咧，所多瑪王出嚟喺沙彌谷迎接佢。沙彌谷就係王谷。又有撒冷王麥基洗德帶住餅同酒出來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為亞伯蘭祝福，說願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賜福與亞伯蘭。上一章6章希伯來書就講到從來係唔係上高啦，係下邊啦，講到係位份大嘅係給位份少嘅祝福，即係話個地位高嗰個咧係為地位低嘅人祝福啦。咁呢度講到亞伯蘭同埋麥基洗德，係麥基洗德係為亞伯蘭祝福，咁佢就將1/10攞出嚟係俾麥基洗德。22節。亞伯蘭對所多瑪王說：我已經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華起誓，凡是你的東西，就是一根線一根鞋帶，我都不拿，免得你說我使亞伯蘭富足。咁呢個就係所多瑪王係感激亞伯蘭解救佢哋嗰一次嘅兵災。咁但係亞伯蘭係拒絕接受呢啲嘅禮物，反而咧佢係將嗰啲戰利品就攞1/10出嚟咧，係俾呢個麥基洗德嘅。咁呢個係歷史背景。咁你睇翻嚟希伯來書7章2節，亞伯拉罕也將自己得來的取1/10給他，他頭一個名咧翻出來就係仁義王。即係麥基洗德呢個字係仁義王咁解。My king is righteousness, is righteous。我嘅王咧係公義嘅。咁又係叫做撒冷王啦，佢喺撒冷城嗰度噶嘛。咁撒冷呢個字咧就係平安咁解啦，所以佢又係仁義又係平安，故此呢個名字有嗰個象徵性喺嗰度。跟住第3節就比較難解啦。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乃是與神的兒子相似。咁唔通係石頭爆出嚟嘅？呢度咧分做兩組嘅，無父無母無族譜係第一組，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係第二組。咁呢兩組嘅詞語，佢係表達咗兩個嘅事實，關於麥基洗德嘅身份。第一咧，無父無母無族譜呢個講法咧，唔係等於佢冇父母生佢出嚟，唔係表示佢係石頭爆出嚟，而係話咧，
根據猶太人嘅系統，邊個能夠做到祭司或者係大祭司，一定要查到佢嘅族譜啦，係咪啊？喺尼希米記都提過，尼希米記第7章64節啊，當猶太人翻回國從巴比倫回國之後，佢哋都要尋查族譜即係如果族譜冇清楚話俾你聽，你係亞倫後裔咧，你就不能夠做祭司嘅。咁但係麥基洗德呢個人咧，你查唔到佢族譜嘅噃，即係佢唔係亞倫嘅後裔，又唔係利未人嚟嘅噃，咁所以佢喺呢度係想要表示麥基洗德嗰個嘅獨特性嘅，即係佢唔係屬於你亞倫任何以色列嗰個家譜嘅系統，係咪由呢個嘅族人出嚟做大祭司，得唔得？攞到呢個 point 未啊？無父無母無族譜，就話俾佢哋聽，唔係根據亞倫嘅族譜佢做祭司嘅，係神特別揀嘅啫。所以你唔需要喺嗰度爭論噶啦，你唔需要話你都唔係亞倫後裔，你點可以做啊？咁呢個作者就話呢個問題唔需要討論總之咧，佢係神要揀選佢嘅，因為佢話佢係至高神嘅祭司，係神立佢嘅。咁呢個第一樣。咁無生之始，無命之終咧，咁係表示乜嘢咧？係表示到唔知道佢幾時出生，又唔知道佢幾時死。喺猶太人嗰個觀念裏邊咧，一啲神秘奧秘嘅事咧，係屬於耶和華嘅，係屬於神，所以佢哋係好尊重一啲咧神秘奧秘嘅事幹，佢哋唔能夠尋查到出嚟嘅嘢咧，只要神係咁樣講咧，佢哋就信噶啦，就接受噶啦。咁呢個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係表示佢係長遠活着啊嘛。嗱，呢度就係第一節所講噶啦，本是長遠為祭司嘅，同埋係第8節咧，在這裏收1/10的都是必死的，咁係講亞倫在這裏收1/10的呢個這裏咧就係指亞倫同埋佢嘅後裔做大祭司，嗰啲受1/10嘅嗰啲人都係會死嘅，但在哪裏咧？在哪裏呢個哪裏係指麥基洗德。咁麥基洗德佢收1/10，有為他作見證的說他是活的，即係話咧麥基洗德係永遠活着。喺猶太人嗰個嘅傳說裏邊咧，就話佢係無生之始，就無命之終啦。唔知道佢幾時生，唔知道佢幾時死啊。咁所以呢個咧係一個神秘嘅人物，係冇記載到佢幾時死。咁喺呢兩個特點當中咧，佢就話睇翻第3節啦，乃是與神的兒子相似啦。就喺呢兩個特點裏邊咧，同耶穌基督做大祭司咧係相似。相似喺邊度咧？相似第一就係佢唔係根據亞倫嘅族譜做祭司。第二咧，佢嘅生佢嘅命嘅終咧冇嘅，佢係永遠活着嘅耶穌基督。咁所以喺呢兩個特點裏邊咧，就係襯托出耶穌基督做大祭司嗰種嘅特性。聽唔聽得明白？仲未瞓啫，係咪？得唔得啊？嗱，所以咧喺表達嘅上邊咧，你覺得佢好神秘，但係其實就唔係神秘嘅。佢要表達嘅就係麥基洗德呢個人係好獨特咁解嘅啫。One of a kind，冇得無與倫比嘅。因為佢係創世記都係咁樣講啦。頭先我哋睇翻嗰度14章嗰度，都話佢係至高神嘅祭司啦嘛。咁至高神就係耶和華嘅祭司，咁佢無端端喺嗰度出現嘅喎。經文創世記從前面又冇提過佢，後邊又冇提過佢喎，忽然間出嚟嘅，咁都係好神秘嘅噃。咁但係亞伯拉罕打敗咗呢個嘅基
基大老馬同埋佢嗰啲聯盟嘅王之後翻到嚟咧，咁佢竟然接受麥基洗德嘅祝福，咁即係話咧佢係比亞伯拉罕嘅地位高啦，佢又係祭司啦，咁佢就要將1/10咧就俾呢個大祭司，俾麥基洗德啦。嗱，咁佢建立咗呢個第一步嘅討論嘅根據先。未完㗎啊！而家呢係第一步嘅，第一步你明咗我先講得落去㗎，得唔得啊？OK，嗱，繼續講落去咧，佢嘅思路就咁樣落去啦。因為呢個麥基洗德係預表咗耶穌基督嘅，因為嗰個特性咧係預表咗耶穌基督。咁所以去到第4節咧，佢話你哋想下啦，咁你諗一諗啊。咁啊，先祖亞伯拉罕將自己所擄來上等之物取1/10給他，這人是何等尊貴呢？麥基洗德地位尊貴咯，那得祭司職任嘅利未子孫領命照例就向百姓係取1/10。咁就講到後來噶啦。嗱，咁我需要有一個嘅家譜嘅線索俾大家去諗，先至能夠睇到啦。嗱，佢個 argument 喺呢度嘅，亞伯拉罕咧就係將1/10獻俾麥基洗德。咁但係跟住佢就講到利未啦，同埋利未嘅子孫，即係跟住後邊啦。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個仔，其中一個係利未，利未又生咗哥轄，然後就有暗蘭就生咗摩西同埋亞倫。咁所以都經過好多代噶啦，麥基洗呢個亞伯拉罕一路去到亞倫咧，已經經過好多代噶啦。咁佢呢度就講啦，第5節，嗰啲得到祭司職任嘅利未子孫，咁其實就去到亞倫呢個代噶啦，呢一代啦吓，同埋亞倫以後嘅歷代嘅祭司噶啦，所以呢度相隔咗好遠噶啦。佢話領命係照例向百姓係取1/10，即係話咧到亞倫嘅時代啊，百姓係向亞倫呢個祭司咧係獻1/10嘅。呢個百姓係自己嘅弟兄，即係講翻摩西時代嗰班百姓啦。雖然都係從亞伯拉罕身中生嘅，都係照例咧係取1/10，即係大家同族。都係以色列人啫，都係亞伯拉罕嘅子孫。點解佢哋要俾亞倫呢個大祭司或者呢個祭司家族要獻1/10咧？咁跟住佢就話，獨有麥基洗德不與他們同譜，即係唔同一個家譜嘅倒收受亞伯拉罕1/10，就為那蒙應許嘅亞伯拉罕祝福，從來位份大嘅給位份小嘅祝福，呢個係冇得駁噶啦。在這裏即係指亞倫啦，收1/10都係會死嘅。但係在那裏咧，麥基洗德咧收咗1/10，有為他作見證的說，即係話咧當時有咁樣嘅傳說，有咁樣嘅講法，就係佢係活着嘅，佢係活嘅，冇死嘅。並且可以講咧，那受1/10的利未咧，也是藉着亞伯拉罕立了1/10啦。嗱，呢句話明唔明啊？第9節。第9節話咧，利未喺度。佢話亞伯拉罕當佢去向麥基洗德獻1/10嘅時候咧，其實利未都係向麥基洗德獻咗1/10噶啦。明唔明個意思啊？即係個祖先做嘅嘢咧，個後代都係要做咗同樣嘅嘢噶。即係個祖先已經代表咗個後代咧做咗呢樣嘢噶啦，咁所以亞伯拉罕咧向麥基洗德獻咗1/10咧，就等同利未咧都已經向麥基洗德獻咗嗰1/10，跟唔跟到嗰個邏輯啊？咁你再推到落嚟咧，就係亞倫亦都係啦，亞倫亦都係同樣道理咧，係根據亞伯拉罕嘅關係咧，佢亦都向
麥基洗德獻埋嗰十分之一，咁即係麥基洗德嘅地位係高過晒歷代嘅大祭司啦，得嘛 ？OK。第10節就因為麥基洗德迎接亞伯拉罕嘅時候，利未已經在他先祖的身中，即係話雖然隔咁多代啦，就係個種子都已經喺度噶啦，咁解啦。從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職任以下受律法，倘若藉着呢個職任能夠得到完全，又何用另外興起一個祭司係照麥基洗德嘅等次，唔照亞倫嘅等次呢？祭司嘅職任既已經更改，律法就必須要更改啦。即係話咧，而家時代變咗啦，神個計劃係一早已經有咁樣嘅安排。咁佢對呢班受眾講：你唔好一路死守住亞倫嗰個體系。你冇發現到神有一個新嘅 system 出現咩？係咪？咁佢就話俾佢聽，嗱，有一個新嘅 system 㗎，你唔好淨係死守嗰個舊嗰個，你要接受呢個新呢個。呢個新嘅系統咧，就係麥基洗德嘅系統，而耶穌基督就係從呢個系統當中做咗呢個大祭司啦，而唔係照亞倫嗰個系統出嚟做祭司。OK， 嗱，咁呢兩個系統有乜唔同咧？13節，佢話因為這話所指的人本屬於別支派。那支派從來冇一個人係侍候祭壇，我哋嘅主分明係從猶大出嚟，係嘛？耶穌係猶大支派噶嘛？猶大支派冇出過祭司噶嘛？唔可能出祭司噶嘛？只有利未支派出祭司啫。咁所以佢就嗰個 argument 就喺呢度啦。你唔好淨係話只有亞倫後裔先做得祭司，神有一個新嘅系統出嚟。但這支派摩西並沒有提到祭司，咁摩西冇講過。倘若照麥基洗德嘅樣式，另外興起一個祭司，咁我嘅話就更係顯而易見啦。即係佢到呢度為止咧，佢就解釋咗麥基洗德呢個體系出呢個大祭司係耶穌基督。16節，他成為祭司，並不是照屬肉體的條例，乃是照無窮之生命的大能。即係話咧，肉體嘅條例咧就係指亞倫呢個系統根據人嗰個後裔肉身所生嘅嗰個嘅系統。咁佢就話耶穌基督做祭司咧，唔係照呢個系統，你係照無窮之生命的大能。即係話神有一個用佢嘅權能去改變呢個嘅系統，或者係產生呢個新嘅系統。好，到目前為止咧，對呢一個嘅討論有冇任何問題？仲需唔需要解釋啊？嗱，繼續落去到第7章，因為有給他作見證的說，你是照着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先前嘅條例因為軟弱無益，所以就廢掉啦。先前嘅條例指舊約所做嘅一切啦，而家要改變啦。律法原來一無所成，即係話舊約嘅律法唔係話一無所成嘅意思，就係話咧，如果你仲係停留翻喺舊約嘅律法觀念裏邊咧，你就唔能夠得到神喺計劃當中你要得到嘅嘢。所以咧就引進更美嘅指望，靠呢個指望，我哋先至可以進到神面前。你靠咗舊嘅 system 咧，舊嘅信仰嘅體系咧，你就唔能夠得到去到神嘅面前。律法不能夠使人稱義咁呢個一路都係咁樣講啦。耶穌基督出嚟傳律法嘅時候，佢話律法一點一劃都不能夠廢去。我哋唔係要廢掉律法，而係乜嘢啊？要成全啊！將律法所要表達嘅嘢咧，
bring it to a completion， 將完整咗佢。正如我舉例講到保羅一樣啦，佢有晒一切舊約律法嗰個體系信仰。另外咧，一個新嘅系統啦，就係耶穌基督嘅復活。佢係神所應許嘅彌賽亞。咁呢兩個觀念點樣去凹含咗咧？如果你凹含咗咧，你就擁抱晒成個嗰個救恩嘅信仰咯。咁同樣道理，一路都係講緊呢啲嘢嘅。咁就想要勸服呢啲喺邊緣當中嘅呢啲猶太人。有啲係準備想要放棄，有啲又一路都唔肯信，佢係要說服佢哋能夠將呢兩個體系咧結合翻。20節，再者耶穌做祭司，並不是不起誓立嘅。至於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即係亞倫嗰個系統咧，唔需要起誓嘅，神已經設立咗噶啦。不過耶穌呢個系統咧，神起誓，因為前面都講到藉着應許同埋起誓兩樣嘢，咁就加強咗嗰個可信性同埋接納嘅程度。22節，既是起誓立，耶穌就做咗更美之約嘅中保。那些成為祭司嘅數目本來係多，因為有死嘅阻隔就不能夠長久。即係亞倫死咗啦，咁佢個仔又做，佢個仔死咗就個孫又做，即係咁樣嘅多咁解就係因為人會死咯，所以佢嗰個職任嘅任期唔會長久㗎。但係這位咧，24節，既是永遠常存嘅，佢祭司嘅職任就長久不更換啦，唔使換人㗎。凡靠着他進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活着，替他們祈求。所以前面講到麥基洗德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係講到佢長遠活着。呢度就係再講翻啦，就係嗰個特徵咧，就係預表咗耶穌基督佢係長遠活着，佢係長久嘅。像這樣聖潔冇邪惡冇玷污，遠離罪人，高過諸天嘅大祭司，原是與我們合宜的。呢個合宜咧就係神看為好嘅咁解。神係為咗我哋嘅緣故咧，有咁樣嘅設立。他不像那些大祭司，即係講亞倫嗰啲啦，每日就必須先為自己嘅罪，後來先要為百姓嘅罪獻祭。因為咧佢只係一次就將自己獻上，就把呢件事成全啦。律法本來係立一啲軟弱嘅人做大祭司，即係亞倫係人啦，有軟弱啦。但律法以後起誓的話咧，係立佢嘅兒子做大祭司，係成全到永遠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整個嘅討論裏邊咧，就確立耶穌基督做大祭司嗰個嘅合法性，係俾呢一個猶太人能夠去接受，唔好死守住淨係亞倫嗰個嘅觀念、舊約律法呢啲嘅觀念。有時人去接受一個新嘅觀念係好難嘅。正如喺耶穌時代都一樣。好多人唔能夠接受、相信耶穌就係彌賽亞。佢哋仲喺度等緊。因為喺佢哋觀念裏面，彌賽亞係一個榮耀嘅王，而耶穌咁樣死法咧，就打死我都唔信噶啦，即係咁樣嘅固執。咁去到第7章，咁而家第8章啦，咁有啲嘢會跳噶啦跳過去啦，剩翻唔夠1個鐘，係咪啊？唔止到4點半係嘛？第8章，我們所講的是其中第一要緊的。喺聖經裏邊用到第一要緊咧，你就唔好再睇落去第二要緊係乜嘢，第三要緊係乜嘢。咁呢個係一個 idiom 嚟嘅，係一個詞語嚟嘅。所謂第一要緊，即係話最緊要咁解。咁你就唔好揾第二、第三係乜嘢。我哋所講嘅最緊要嗰樣嘢咧，就係我哋有咁樣嘅大祭司，已經係坐在天上啦。呢個坐喺度啦，又出現啦。
佢已經坐喺天上，喺至大寶座者嘅右邊。呢個就係神自己啦。喺聖所就係真帳幕做執事。呢個執事唔係我哋今日嘅執事，唔係嗰啲 deacons， 而喺英文聖經有就翻譯做 officiating priest， 即係執行任務嘅祭司咁解。耶穌基督喺嗰個真帳幕，呢個真帳幕係天上嘅帳幕，唔係指地上嘅帳幕，唔係指地上嘅會幕。佢喺嗰度執行緊咧做大祭司嘅職份。所以呢個執事呢個字應該解釋為咧係執行任務嘅祭司。呢個帳幕係主所知嘅，即係話係由佢所蓋搭嘅，唔係人所蓋搭出嚟嘅。凡大祭司都係為咗獻禮物同埋祭物去設立。禮物就指素祭嗰類啦，係五穀初熟嘅麥嗰類。祭物就係指流血，即係要用牲畜獻嘅。所以呢位大祭司亦都必須有所獻嘅。咁耶穌做大祭司，佢獻乜嘢呢？他若在地上就唔能夠做到祭司，因為已經有照律法獻禮物嘅祭司啦。因為亞倫喺度啊嘛，咁所以唔會同時有兩個大祭司嘅啫。他們供奉的事指亞倫咯，他們就指亞倫同佢後裔咯。佢哋喺會幕供奉嘅事呢，本來係天上事嘅形狀和影像。形狀和影像呢，就係預表咁解啦。即係話亞倫當日喺會幕所做一切嘅嘢呢，都係預表咗呢係天上嘅事，因為耶穌喺天上咧去做大祭司。正如摩西將要做帳幕嘅時候，就蒙神警戒，就話你要謹慎作各樣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換而言之，呢個會幕約櫃燈台等等嘅做法咧，你要照足神吩咐嘅做，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即係摩西上西乃山，神講俾佢聽會幕，包括嗰個尺寸高矮大細材料你都要照足嘅。有啲就基本上係用木啦，用皂莢木做咗個框，有啲係包金，有啲係包銀，有啲係包銅，即係咁個尺寸都有規定嘅。嗰個燈台嗰啲花有幾多盞燈嗰啲冚唪唥詳細講，你要睇翻出埃及記啦。出埃及記25章26章有詳細有講到呢個會幕嘅設計。咁就摩西咧，神係警戒佢，你要小心做各樣嘅物件都要照足我講俾你聽嘅嘢去做。你唔好話be creative 咁你自己喺度咧就整呢樣整嗰樣，都唔係照神嘅方法去做。如今咧，耶穌所得嘅職任就係更美，正如他作更美之約嘅中保。呢個約原係憑更美嘅應許去立。照呢個樣式去做足，因為每一樣嘢係有預表，你整錯咗呢個預表就唔同噶啦。好，落去啦，第7節。前約如果係冇瑕疵，就無處尋求後約啦。所以前約係指舊約，而家呢個後約咧就指新嘅約啦。咁耶利米書31章咧都有講到神都會設立一個新約嘅，有呢個新約。所以咧主指責他的百姓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呢個係耶利米書31章31節引述嘅，就不像我拉着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嗰個係西乃山嘅約啦。因為他們不恆心守我的約，我也不理他們，這是主說的。所以西乃山嘅約啦，呢啲律例誡命典章
百姓係冇聽他的話冇去恒心遵守。主又說：那些日子之後呢，我就要同以色列家立嘅約係咁嘅，我要將我哋嘅律法係放喺佢哋嘅裏邊，係寫喺佢哋嘅心上。我要做佢哋嘅神，佢哋要做我嘅子民。佢哋不用各人教導自己嘅鄉鄰同自己嘅弟兄，你該認識主，因為佢哋從最小嘅到最大嘅都必定會認識我。我要寬恕佢哋嘅不義，不再紀念他們的罪愆。呢一段都係記載喺耶利米書31章嘅。故此新約舊約將來聖靈嘅降臨，聖靈喺呢班以色列人嘅心中做一個好大嘅改變嘅工作，以至到咧佢哋能夠認識主，悔改嚟到歸向神。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啦，所以有舊約新約就係因為咁樣嘅分別啦。但那漸舊漸衰的就必快歸無有，嗰個舊約嗰個嘅律法係藉着新約啦，耶穌基督咧係去成全咁當然耶穌唔係話佢要廢棄唔會唔用，而係話將佢帶到一個 fulfillment 一個 completion。第9章呢，就係原來前約係有禮拜嘅條例同埋屬世界嘅聖幕，因為有預備嘅帳幕。頭一層叫做聖所，裏面有燈台、有桌子、有陳設餅。咁頭先都睇過嗰個嘅會幕。咁基本上嗰個擺設係咁樣啦，頭一層叫做聖所，即係呢部分，裏邊咧係有燈台，呢個金燈台啦，有呢個桌子啦，就第二個幔子之後咧。即係呢個呢個第二個幔子，呢個第一層嘅幔子啦。你由外院進入嚟呢個第一層啦，然後有第二層嘅幔子入咗去啦，咁就第二層就叫做至聖所啦。咁就有金香爐同埋有包金嘅約櫃，呢個約櫃啦咁但係金香爐，照計呢個金香壇個小字咧。你留心個小字，爐或作壇，係嘛？咁究竟係香壇咧，定係個香爐咧？咁啊，好大分別喎，係嘛？嗱，嗰個喺呢度講嘅時候咧，就有少少佢個作者啊，佢當然佢明白呢個係香壇啦，即係猶太人佢都知道呢個係香壇，唔可能係香爐嚟嘅。但係當講說話嘅時候咧，有時就會跳過咗一啲嘅已經設立咗嘅觀念，即係話咧，當佢要提到呢樣嘢嘅時候咧，佢已經唔個思想咧，已經唔係停留喺個香壇嗰度，而係入咗去個至聖所嗰度噶啦。咁即係話咧，大祭司喺贖罪日，佢係要入去至聖所。佢入至聖所嘅時候，一方面係帶住牛羊嘅血，用個盤裝住，仲有咧點樣入去啊？要帶住個香爐，嗰個香爐咧就要喺個香壇嗰度咧，就攞嗰啲嘅香，咁就即係你唔可以成個壇捧入去噶嘛，咁你要攞一啲咧就擺喺一個香爐。我諗你都見過啦，有時嗰啲天主教啊、東正教啊，揸住個爐咁啊，揈下揈下嗰啲咧，嗰個就金香爐咯。嗱，佢要帶住個香爐入去，點解啊？嚇？照唔到明噶，嗰啲係香喺度燒緊，係整到蒙查查，佢都根本咧入到去，因為約櫃神嘅榮光係
喺個約櫃，當佢進入去嘅時候，個約櫃係有榮光嘅啊，所以佢唔能夠定眼去睇到呢個約櫃，影到佢蒙查查嘅，即係嗰個香爐啊，就係煙霧彌漫，佢都唔能夠好清楚睇到約櫃，因為約櫃太神聖啦，你唔可以定睛睇到佢噶啊。後來就大衛要移送約櫃咧，咁個烏撒咪要扶一扶咁啊，幾個死噶啦嘛。咁所以呢個約櫃好神聖，所以大祭司入去咧，佢都要啦攞住個香爐，因為太光猛，整到佢蒙查查，帶住血入去，又要抹嗰啲血喺嗰個嘅約櫃嘅四個角。仲有咧，就係大祭司入去嘅時候咧，佢隻腳咧要綁住一條紅繩，條紅繩一路就穿到出嚟啊！萬一呢個大祭司有乜嘢三長兩短，俾神擊殺死咗喺裏邊咧，就冇人掹得佢出嚟啊！冇人敢衝入去至聖所裏邊噶，咁又等得咁耐都唔出嚟喎，咁就要扯佢出嚟噶啦啊！咁所以所以呢個香爐咧係咁樣，即係冇錯，嗰個擺設就係呢個香壇喺度。咁所以點解會經文有時又就嗱呢個正文咧就係有金香爐，但係嗰個小字咧就係呢個爐或作壇。咁即係話譯經嘅人咧驚住你去話，咦唔係金香爐喎，應該係金香壇噃咁即係話咧呢個係香壇嚟嘅。但係大祭司喺贖罪日入去嘅時候咧，佢係帶住個金香爐入去，咁所以咧就有金香爐咁解啦，明唔明啊？咁就有包金嘅約櫃，櫃裏邊有裝住嗎哪嘅金罐、亞倫發過芽嘅杖同埋兩塊約版。咁就櫃嘅上面咧有榮耀基路伯嘅影係罩住施恩座啊，榮耀基路伯即係會發光咁解啦，即係呢個基路伯會發光嘅。咁佢話這幾件呢，我現在不能夠一一細說啦，即係話嗰個約櫃裏邊擺嗰啲嘢，同埋嗰個預表啊，個意義咧，咁唔講咁多啦。佢話呢啲物件既然如此預備齊了，眾祭司就常進頭一層帳幕行拜神的禮。祭司就進頭一層帳幕啦，又去做咩咧？要添油啦，因為呢個燈咧係要經常着噶嘛，要加橄欖油入去嘅，所以佢又要做呢啲嘢。陳設桌子上高咧有12塊餅噶嘛，7日要換一次噶嘛，要換噶。咁個香壇又係嗰啲香要成日都要點着嘅，所以佢哋都要成日都要入去裏邊咧，要做呢啲嘢，就咁解啦。咁至於第二層嘅帳幕咧，唯有大祭司第二層帳幕就係至聖所裏邊，一年一次係獨自進去，淨係一個人，俾啲人唔得噶喎。一年一次就係佢哋猶太曆嘅7月初10，7月初10日咧就係贖罪日。沒有不帶着血，就一定要帶住牛羊嘅血入去嘅，為自己同百姓嘅過錯係獻上。咁聖靈用此指明頭一層帳幕仍存嘅時候咧，進入至聖所嘅路還未顯明，即係個頭一層嘅帳幕，即係入咗嚟呢層，入到去裏層嗰層咧，仲係唔通嘅咁解吓，仲未曾通嘅呢條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入得去嘅啫。好啦，第9節，那頭一層帳幕作現今一個嘅表象，所獻嘅禮物同祭物，就着良心說，都不能叫禮拜的人得以完全。這些事連那飲食同諸般洗作規矩，都不過係屬肉體嘅條例，命定到振興的時候為止。振興呢個字呢，係改革嘅意思，意思就係一路直至到新約立咗嘅時候，咁嗰個呢，就有一個新嘅方法啦。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做咗將來美事嘅大祭司，經過更大更全備嘅帳幕，不是人手所做，也不是屬乎呢個世界嘅。
並且不用山羊、牛犢嘅血，乃用自己嘅血，只係一次進入聖所，成咗永遠贖罪嘅事。又個山羊、公牛嘅血同埋母牛犢嘅灰，灑喺不潔嘅人身上，尚且叫人成聖，身體潔淨，何況基督藉着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除去你哋嘅死行？呢個死行係6章1節講過，使你哋嘅侍奉呢位永生神。咁所以就講到山羊、牛犢嘅血，耶穌唔係用呢啲嘅，係用佢自己嘅血，而且係一次過，唔需要每年重複，每年贖罪日，佢一次已經做好咗噶啦。咁呢度提到咧，母牛犢嘅灰，母牛犢嘅灰，停一停先啦，係嘛？3點半，我哋去到4點半嘅。我哋休息10分鐘，好嗎？休息10分鐘翻嚟，希望可以講得晒。